一條視頻話俾香港人知，中山唔同嘅街鎮究竟有咩特色？全中山有23個街鎮，就好似香港咁劃分咗18個區。中山嘅面積就係我哋香港嘅1.5倍大。中山嘅每個鎮區各有特色，最可以代表老中山嘅，當然就係石岐啦。百幾年前嘅老街道、博物館，全部都喺石岐區，就好似香港嘅上環加旺角嘅組合，有歷史文化得嚟，又可以感受到市井人民風情。咁東區街道係中山現時嘅 CBD 金融中心，就好似中環咁，全部都係一棟二棟嘅寫字樓。火炬開發區就分為新火炬、舊火炬。舊火炬就係我哋嘅新產業園區，新火炬就係我哋中山嘅富人區，就係似我哋香港嘅跑馬地半山區。西區就似我哋油尖旺落街乜都有。南區空氣頂呱呱，五桂山我哋嘅綠色氧吧自然生態保護區。南朗區就係我哋深圳嘅橋頭堡，即係馬鞍島。神灣就係我哋嘅鴉髻山、波羅的山，就好似我哋香港嘅西貢咁。沙溪最有人間煙火氣，啲嘢仲好好食添。小欖鎮工業重鎮，老闆多，民眾街道碌鵝、燒鵝最好味。古鎮鎮燈飾甲天下，港口鎮物流運輸去把關。三鄉鎮港澳同胞特別多。黃埔鎮千年古鎮臘味多。橫欄鎮花木種植華南之最。浮沙鎮大小產業嘅集聚地。南頭鎮家電新標杆。大涌紅木城板扶魚米之鄉。三角汽配城。坦洲最近係珠海。東鳳至叻小家電。總之一句講晒，各有千秋。每個街鎮都有好玩好食嘅地方。之後我都會帶大家一一解鎖。